对，江少庆可以看他第一场比赛对上中英兄弟的时候，其实投的有点紧张，那数据上也表现的不是那么理想。不过接下来连续2场的出赛渐入佳境，对，共只有2分是得失分，最后也是无关胜败。变化球进来，打者回棒落空，遭到了3振。今天江少庆的 DK 送给苏智杰。虽然一开始球速落后给苏智杰，满球数的对决，最后用一个外角偏低153的速球，让打者变成人体电风扇，很快取得2个好球的领先。这球拉回来，一垒方向的弹跳球，一垒手抛给补位的投手没有问题。哇，最后还是用变化球啊，让林子豪变成人体电风扇，遭到了3振，耗费了一番手脚，还是抓到出局数。忍不住回棒落空。哇，最后让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了3振，所以同时在6局下半留下了2个垒包的残垒，让江少庆再过一关，今天完成了6局无失分的投球。比赛要进入到7局下半，今天江少庆在乡亲父老花莲的乡亲父老面前来出赛，也是结束了他的投球工作。6局，那投出了有5K，其实是一个优质先发，而且是无失分的一个表现。